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盼望透过神的话语能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静音，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能够对我们说话。那我们需要在安静里面聆听更多神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语。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失落，在黑暗的时刻，你没有离弃我们。虽然我们时常有时候在上帝似乎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的思想里面，我们生活着，但我们晓得上帝你一直在我们身边。主啊，我们恳求圣灵亲自再一次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恳求你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对你的悖逆跟麻痹的感受。我们需要你，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上帝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你，在这宝贵的时间，我们能够每周三，在我们忙碌冷漠，在我们怀疑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排除自己的生命当中很忙碌的时刻，来到神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重新学会认清楚你上帝你与我们同在那份关系是何等的美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再一次恳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不只是盼望的言语，更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信仰的旅程一个重要不变的真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求神来充满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盼望。主，你是我盼望，我的救赎亮光，叫我抬起头来，我永远的荣耀。哦，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敬畏在你左前，高举双手赞美。哦，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不停赞美。愿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安静心，默默的在神的面前等候。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神依然爱我们。愿我们心中对神的盼望是在神的真理里面。主，你是我的盼望，主，你是我盼望，我的救赎亮光，叫我抬起头来，我永远的荣耀。哦，哈利路
献上尊荣敬拜，敬畏在你座前，高举双手赞美。哦，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不停赞美。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敬畏在你座前，高举双手赞美。哦，哈利路亚，献上尊荣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不停赞美。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我们要按照我们每一周甚至是每一天的读经进度，我们要继续来看今天的圣经节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以前我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了解一个到底有关一个信仰里面，无论你是否认识上帝我相信应该是这样讲，无论你认识上帝的深度你认识上帝多深深度与否我想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叫做上帝到底有没有跟我们同在一起也就是说上帝有没有同在，上帝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一种感受。那我觉得这种感受有人说不重要，也有人说很重要，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信主的人，我相信都有一种感受有很多基督徒或者是信主的人，当他们在生活当中或生命当中在非常低潮的时候，那他一定有这种感受，说我祷告那么久，可是上帝好像不在我身边一样。那时候他可能是被生活有很多压力、病痛或者是孤单那影响他的心，那心中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疑惑，我不是上帝的儿女吗？为什么我的生命，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落到这种地步？那直到有一天，当他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才会从某一个人身上听到其实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那真的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在医院里面当他心中正处在一个上帝真的有与我同在吗？我不是上帝的儿女吗？为什么我的生命会落到这样的情况呢？他从隔壁的一个姐妹当中微微的听到，他听到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突然间觉得说其实上帝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忙于自己认为他眼前所看的困难，甚至他眼前所看的一切的那个非常消极，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忘记了上帝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心中一直以为上帝不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不在场，上帝根本就没有跟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上帝早就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且上帝他会用他的方式在等待我们对他给予回应。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再一次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以西结书我们从一开始从第1章到33章，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生活活的却有些时候好像没有上帝一样。他们不听上帝的劝告，他们也不听上帝的教导，他们甚至忽视了以西结先知的许多对他们的警告。最重要的是，他们心灵里面，因为他们缺乏属灵的洞察力，所以呢，在他们的我们看以西结书，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他们失去的是圣殿、敬畏上帝的地方，还有国家，甚至他们生命当中的平安。所以上帝他会借着许多异象显明，当人选择拒绝他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所以这是以西结书里面第10章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上帝的荣耀为何会离开圣殿的原因。荣耀离开，神的荣光，神的荣耀离开，不是上帝改变，而是因为人关上了他能够与上帝连结的那扇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不仅仅是要了解神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活出来，让人看出说，上帝的荣光真的在你身上，你真的是属于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的同在，上帝在一个信他的人是否在他的生命当中让人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的那份生命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的第1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当中，上帝实际上依然与他们同在的。我们从以西结书第1章1到3节说，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他们就看见了以西结，他看见了上帝的异象，正是约雅斤王，南犹大王，约雅斤他被掳去到第5年的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别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节特别提到，在那个被视为好像上帝不在现场的那个外邦之地，上帝却亲自显明给以西结先知，他要告诉以西结，希望以西结去告诉那一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就算他们在外邦当中，但是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信息，上帝他的同在是不受地理环境所限制的。也就是说，今天就算你不在教会，今天就算你没有在圣殿里面好像你感觉很神圣的地方，但是上帝依然与你的生命同在。但是你与神的关系是什么？那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问题。我们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上帝所给予我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从他们身上让我们再重新看到，即使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背逆上帝，甚至远离神的时候，上帝依然与他同在。我觉得这个信息太宝贵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就算我们的生活际遇非常的糟糕，但是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只要你愿意相信他。以西结书48章30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城的出口如下：北边长2675公尺，有3个城门，以流便、犹大和利乌为名。东边长2675公尺，有3个城门，
以约瑟、便雅悯和但为名。南边长2675公尺，有3个城门，以西缅、以萨迦和西布伦为名。西边长2675公尺，有3个城门，以迦得、亚设和拿弗他利为名。城的周围共有10700公尺，10700公尺。城的名字从那时起要叫做上主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新的城有12个门，好，东西南北，好，每一边都有3个城门，也就是说东西南北4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都有3个城门，总共几个？12个门。而这12个门是以支派的命名，好，以色列的支派来命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象征这个城门，上帝记住每一个子民，没有人被遗忘的。所以这些城四方形的设计，象征的是全面性的，是完全的。也就是说，最后我们看到说，上帝在这里，上主在这里，代表的是什么？是耶和华沙玛，是上帝信实的应许啊。也就是说，以西结在最后的时候，是从这种荣耀，上帝的荣耀，离开到最后荣耀上帝的回归。而这样的神学的角度，上帝一直在宣告，上帝说，我仍然是你们的上帝，他依然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依然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没有与你同在这样的感受，是人心灵当中的一种错觉，不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缺席啊。你一定不要去这样想说，我经历到这种困难，上帝没有与我同在，不是这样的。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同在与否，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到底我们的心有没有顺服，我们的心有没有柔软。我觉得在一个骄傲的人身上是看不见的，他是体会不到上帝的荣光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如何做工啊。所以如果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是比我们的心，比我们所想要的，比我们认定的还要来得重要的时候，那么为何我们的生命不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人生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你一定要记得，你要保有看主的心意，你去好好安静心，用柔软的心、顺服的心、温柔的心，好好祷告，跟神求，说主啊，我想要遇见你，我需要有更柔软的心，我要从你的话语能够明白我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求主怜悯我。所以当人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求怜悯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会再一次显明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现况我们的属灵生命现况发生了，好像我们感受不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几个问题。我们敬拜上帝，我们有没有心存的敬畏、预备的心、圣洁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我们上个礼拜天，刚过这个礼拜天，我们提到，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次敬畏上帝、敬拜上帝，我们都不预备心的。前一天晚上礼拜六，你总是看电视看得很晚，追剧追得很晚，你总是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完。可是每一次来到教会，你就把自己搞得好像来教会好像是你的寝室一样，要睡觉了。真舒服，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是这样的吗？感谢上帝让我能够来到礼拜天，来到你的面前，好好的休息睡觉吗？不是的。我知道有些人你真的睡不着，平时你真的一直在跟神求。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可以让你休息，得到一个好的睡眠，感谢上帝。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备心，用一颗敬畏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人。牧师要鼓励你，你要时常思考，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时常用祷告的心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有没有祷告对个人的生命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有人认为我不一定要祷告啊，因为我生活还是过得过去啊。我们对个人的生命感觉到祷告与否不重要。我们服侍上帝，服侍人，我们心中对主对人，我们没有包容的爱。上帝，你没有应许我跟你求了那么久，可是你都不听我的祷告，好像都没有应许我。我们的心不会包容啊，我们的心不会等候啊。我们对人也一样啊。我们虽然对上帝有爱，可是我们对人，我们没有办法包容。我们的生命的那种广度，我们做不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命当中的黑暗处，我们需要学习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就在这里，就在你的生活，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色列在亡国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学习到对上帝存在的问题的信心上面，他们是更加的成熟。我们不是靠现实所看到的环境去确定上帝的同在，我们是用对主的信心去了解，我们的心态必须对主的信心去了解，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成为上帝同在的见证人。我们在见证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主福音的见证人？我们就是在见证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以西结书48章，它记录了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国度的开始的分界点，也就是这个圣城的设计要怎么样来建造。所以在以西结书48章30到35节当中，他特别叙述到说，城，这个城的出口如下。一开始说城的出口如下，城墙代表的是一个界限，一个属于上帝的百姓，在异邦，这个异邦的国度国家里面，他们必须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所以即使以色列百姓他们身处在巴比伦，也要让人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啊。那这不就是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否真正成为见证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群体啊？各位弟兄姐妹，在职场上，你有没有压力？有，但是你会不会妥协？你身为基督徒，但是面对政治上，有人他明明就是恶者、不公义的领袖、领导者，你会为了一个价值观而妥协、屈就他吗？你会为了，如果我不屈就他，我可能工作都没了，我的信仰被边缘化了。我们并没有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遇到职场上的压力，我们要为我们的花莲的这些领袖来祷告。我相信这些花莲县市政府里面有许多基督徒，但是他们不敢说话。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有许多的压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忠于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在的，上帝也与我们同在的。在家庭里面，可能你跟你的亲人关系是破裂的，让你感觉到孤单，求神的医治跟怜悯来帮助你，让你重新与神先修复关系，知道你的生命应当如何在家庭里面跟你的家人重新恢复那应该恢复的关系。在社会上有许多的不公义，你是否愿意让上帝来掌权，让上帝的文化、爱的文化
进到你所身处的工作环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关乎到我们都是处在一个被掳之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挣扎。如果你相信你了解到这份真理，我们每一个人试着在神的面前悔改，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很多的形式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更新的生命我们不去探讨，更新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也不愿意去领受。我觉得上帝要重建他的教会，是要让他的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教会啊。那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让人看到说，这个大桥教会的这些信徒，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信徒就看到，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没有与你同在？从你的心开始。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定会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一间教会应该要如何，让他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有上帝同在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圣经里面其实教会只要有2、3个人奉上主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上帝与他们同在。教会的本质不是活动，教会的本质不是教会的本质不是透过办什么活动让人家看出哇好多人，他们是有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不是这样。教会的本质是会让世人感受到这间教会在爱里面会包容的，是用爱在包容人的过错，在爱当中去包容人的软弱，而且是每一个人教会里面的人，即使他们人与人之间有冲突有困难发生，也会用真实的生命。什么是真实的生命？你会不会生气？会。你会不会难过？会。喜怒哀乐，这就是真实的生命啊。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你有喜怒哀乐彼此对遇的时候，彼此会透过和睦的关系，彼此互相包容，自然就会彼此显露出，让人看出说，这一群人真的是充满神的爱。他们有冲突，但是他们互相在祷告当中互相怜悯。愿神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新约也给了我们一个上帝给我们教会信仰还有上帝的思想的一个意象。我要鼓励各位，圣经里面启示录21章3节到4节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句话很多时候用在告别式，那也是很多牧者会在鼓励在人非常伤痛欲绝的时候，那鼓励大家、激励大家的生命的话语。其实启示录21章是整卷圣经里面最后的一个意象。老约翰他看见一个旧的世界，一切的痛苦跟邪恶会被除去，新的天地会降临。那个时候不再有圣殿、城墙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上帝亲自就居住在人的当中。这不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人生命当中历史的最后的结局。我不晓得这部分，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生最后历史的结局走到哪里，但是在人类所有的，无论是你是在好像被掳，处在一个压迫当中的环境，被遗弃的，甚至更让你感觉到失去上帝与你同在的环境背后当中，上帝依然亲自要搭起帐幕，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以西结今天所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城墙，在启示录当中也就成为了一个叫做新的耶路撒冷。
那是上帝永远的应许，最后实现的地方。什么是上帝永远的应许最后实现的地方？就是上帝与人同住，上帝与我们同在，成为一个永恒的家。你可能正处在一个被掳之地，但你还可以经历到新耶路撒冷的同在，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上帝就在这里，是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都不变的真理。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即使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对人、对教会、对信仰产生反感，甚至会让我们想要远离、离开教会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怀疑你的真理。我们对信仰冷淡的时候，但是你依然不改变你对我们的爱。恳求你使我们时常心中能够有一个深刻的意象，就是你的荣耀再次充满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心中，那个保护我们生命的圣城，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主你的救赎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有更新重生的生命。愿你圣经真理的话语时常教导我们，使我们有时在黑暗里面依然相信主你同在所带给我们生命的亮光，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我们经过人生命的旷野的时候，我们还有信心活出你与我们同在的盼望与喜乐。我们相信，当那些愿意亲近主你的教会，还没有认识你弟兄姐妹的朋友亲人，当他们再一次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主你的爱，说上帝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传递宝贵福音的管道。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以西结的信息提醒我们，上帝不在场的时候，其实正是上帝要邀请我们重新寻求他的时候。你不是被遗弃的百姓，就算是最远的巴比伦，最远的好像你是去到了一个被掳之地，上帝依然在呼唤着你。所以当你今天关掉荧幕，请你深深的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主啊，你就在我身边，就在这里。相信这句话会让你的生命的城墙重新带来生命的亮光跟力量。我们期待下次的见面，愿上帝赐给你平安。